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22，诗篇59篇16节安尼讲：若是我要唱歌学乐你的快乐，早起时要大声学乐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捌做我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日，做我逃闪的所在。三角来祈祷，伫患难中做阮逃闪所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怜悯慈爱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互阮通稳固无摇动。主啊！你是阮的关台，甲阮安置伫悬的所在，互阮脱离起来攻击阮的人。主啊！感谢你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。主啊！阮的环境时常充满试炼，阮的四围不时危险临到，恶者埋伏要害阮的性命，总是主啊！若是阮要唱歌学乐你的大权能甲快乐，早起时要大声学乐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捌做阮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日，做阮逃闪的所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